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。失智症不但将会影响记忆，连讲话、空间感、结算、判断那条能力都会天天的磨掉。天天失智症落的精神病，人际关系和工作能力没会出现问题。接上唐多人讲，迄讲做点唔记得就好咧。不过迄讲连坐船驶了么该，当初去那位咧，请下个人按到么该名都唔记得咧咯。记忆迄本生命完整嘅一部分，记录嘅想法，是因为一种病变作空白咧。用固态物体变成流体，固态物体变成流体，固态物体变成流体。天时暗夜，塑封嘅病会融化嘅。天时暗夜，塑封嘅病会融化嘅。天时暗夜，塑封嘅病会融化嘅。天气这么热，手上的冰快融化了。天气这么热，手上的冰快融化了。天气这么热，手上的冰快融化了。眼望愿望为到完成埋伏嘅愿望，佢接加班到成功半夜辗轉。為到完成埋伏嘅願望，佢接加班到成功半夜輾轉。為到完成埋伏嘅願望，佢接加班到成功半夜輾轉。为了完成买房子的愿望，他常常加班到3更半夜才回家。为了完成买房子的愿望，他常常加班到3更半夜才回家。为了完成买房子的愿望，他常常加班到3更半夜才回家。聪明亚杂星人的当聪明，佢總係光頭像地味。亞雜星人的當聰明，佢總係光頭像地味。亞雜星人的當聰明，佢總係光頭像地味。這個小孩很聰明，他總是可以舉一反三。這個小孩很聰明，他總是可以舉一反三。這個小孩很聰明，他總是可以舉一反三。基財記性